弟兄姐妹平安，周间信息题目：让神话管理自己的思想、感觉、言行。圣经约翰福音19章28到30节。Wangtane sulat Yohani siwaku safawa cefang tu sapuluh laku falu atau sir tangasai tulu-puru atau sir。耶稣知道一切事都成就了，为要应验圣经上的话，就说我口渴。Mafana ci Yesu nika laci tu nu pulung nu khmat saka soarsan masuk au kaku saan jingra unini i u sapi laci au tu soar i fang zalai jusat。在那里有一个湖，盛满着酸酒，他们就拿海绵浸了酸酒。Ira i tira ama teli ku kurung tu matumat sai tu acici mai apa pacep han nang ra ku paruk i acici mai apa， 绑在牛膝槽的杆子上，送到他嘴边。Ta baka fiten nang ra i caang nu hisop dengus parawis i nguyus ningra。耶稣尝过后说成了，于是他垂下头，气就断了。Dinas san ci Yesu ya acici mai apa ta soal san malaci ai tu aku ku lemak saan ta tawi ing satu ku funguh ningra ta lafut satu ku selak ningra。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临死亡，他在最痛苦的时候留意的是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所以一个人是否细心的顺服，表现在他最困苦最痛苦的时候，是不是留意要按着经上的话去行。当主耶稣为要使经上的话的应验，就说我渴了，他尝了醋之后就说成了，将他的灵魂交付父神。主耶稣从出生一直到最末了，吐出最后一口气，他所做的一切乃是要让经上的话得应验，要让神的旨意可以行在他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细心的人，让神管理的人，愿意让他每一个思想、每一个感觉、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都降服于神，遵行神的旨意，不要照自己的意思过生活，乃要每步跟随主，走在上帝所定的计划中。圣经上那些被神所喜悦的人，都是细心的人，都是让神管理的人。大卫在行动之前会先求问神。有一次他问神可不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那时非利士人攻打基伊拉河场，他一祷告就知道神的旨意，要他勇往直前，拯救基伊拉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后来扫罗王发现大卫在基伊拉，就来抓他。大卫没有认为我救了这些基伊拉人，基伊拉人一定很感恩，不会把我交在扫罗王手里。他还是很细心，再一次谦卑求问神，神说必交出来。大卫就赶快逃走了。又有一次他与非利士人打仗，先求问神，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神说
你可以上去。大卫就上去了。当第二次非利士人来的时候，如果大卫是粗心大意的人，会想说，第一次神已经祝福我了，第二次一定没问题。但大卫非常的细心，让神来管理。第二次再一次的求问神，神对他说，不要一直的上去，要转到他们的后头，从桑树林对面攻打他们。大卫面对每一次征战都非常的细心的求问神，所以他屡战屡胜，每一次都打胜仗，是一个得胜者。大卫很爱神，他知道约柜代表神的同在，所以他营运约柜。但当大卫营运约柜的时候，没有细心的查考搬运约柜的律法一些法则。根据民数记第4章，约柜是要用肩扛抬的，并要将它遮盖起来，不可以摸它，因为约柜非常神圣，代表神的同在。大卫这一次不够细心查考神的律法，竟用牛车来运约柜，结果运约柜的途中牛失前蹄，约柜差一点倒下来。有个叫乌撒的人就赶快伸手去扶住约柜，结果乌撒就被神击杀。这次大卫因为不够细心，让乌撒死亡。大卫就认罪悔改，赶快细心的再查考搬运约柜的法则，谦卑求问神，然后欢欢喜喜的用正确的方法将约柜抬进大卫城。我们也需要让神管理，很细心的留意神的法则。学生呢，就读书需要细心，基督徒读圣经一样需要细心，要照着神的法则去做。如果不这样子，可能常常会出问题。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在十字架上面临死亡最痛苦的时候，你留意圣经上的话，照神的旨意去做。祈求主帮助我们多留意你的话，在任何环境上才不会常出问题。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